在南投，因為無這焚化爐，所以糞掃的問題呢是較好處理的。目前這縣內民眾是愛敲電話叫這清潔隊來甲載大型的廢棄物，一車是愛1500塊。也毋過佇草屯呢，進前是載3件以內免錢的這個福利，即馬煞發現講有民眾呢是小貪，挑故意拆做幾啊擺，害這清潔人員就愛遭足儕抓，所以即馬草屯是決定要取消這項政策。清潔人員出動專車，用葉仔把大型的家具掖起來，要載去糞掃場。南投草屯已經有3件大件的糞掃載運免錢的福利，不過今仔已經無啊，該轉來使用者愛納錢，叫一車愛1500塊。原因是載3件免錢的時陣，有人挑故意拆幾啊擺來叫，顛倒害清潔人員愈無用。因為3件都免錢嘛，大家就可能拆足儕擺，互阮清潔隊愛走足儕抓。希望講大家會使一個變通的方式，就是講會使大家攏小少，夾做一車，安尼分擔這費用，安尼互咱一抓就會使收所有的大型家具安尼。嘛是不得已才愛拜託糞掃車來載倒轉去，有影酌收費用啦，只要是合理的價格，我是感覺不要緊。處理大型的糞掃有影較費氣，清潔人員嘛真正無用。目前全南投叫清潔隊來收大件的，攏愛收錢。啊，毋過有的民眾無愛納錢，就偷偷倒糞掃。是咱這鎮偏僻的蒙仔埔邊，頂日啦，就發現有人偷倒廢棄物。應該是地板拆除後啊，可能無照定時咧處理啊。來到山區就烏白倒掉安尼啦。現此時，這一鎮公所已經會請南投縣政府環保局來追查是啥物人咧烏白抌糞掃，要抓來依善法辦。南投因為無焚化爐，糞掃的問題較歹處理，環保單位嘛萬代會當做到糞掃減量來減少糞掃。記者安秀南投報道。